我说你们的数字不对，银行嘎啦嘎啦这样的，就自己拜了。好啦，所以哦，就是这样的，就700块奉献给上帝啦。啊，哎，就你看少了就很会计较，哎，就是多了呢，为了用。达不到，达不到的人性就是这样子。已经等一下我们休息7分钟，好。你看，很技巧的，我说7分钟，因为刚刚是700块，所以7分钟。我们请董美兰找祷告，Manuntai kami, idini kami mama malusay aninana makasato o caisan hasaru miso idini laman yogai aray mama hasaru yang di kansya pahanhan kami mama tu 7分钟 nanay mama diay hasaru miso kami kapot idini kamianan kansya yang pagalingan kami Yes Kristo Tuhan. Amen. 好。我们的时间好，刚刚在1到19大概有一个概念啊，20，你看这个赔偿刚刚也有那个这个 Q20，你看会计人员对保管消费之现金财产有减失时是否需要赔偿之责任？大家念这个比较短。很重要哦，你看，应负赔偿之责任。好，所以700块哦，亏哦，我们的党肉的比性就有时候，像有时候我们题外话哈，就是有时候奉献袋有没有？谁看看？本来明明写2000，里面放1000，那有的人明明他登录3000，他放4000，有没有？哦，那个想法就不一样哦。少的时候很斤斤计较，还去骂那个，不对呀、然后多的时候，你登记多了呢，真的难当不了，很现实。所以我们希望会计人员更多的包容因为他们不是故意写错的，有时候骂他们他们的有时候，等下次就剩下不爱多。所以你看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很细心？因为对方说我明明放2000，1000了，哇，真的这就是真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自己要自掏腰包的，给他上帝知道了。有时候所以我们这是小心，就是更细心啦。因为奉献不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写错啊，有时候写几千那个会计就打电话，罗长老，好像你的数字不对这样子将来你的实际奉献不是没有写那么多你奉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就说难了，这是一个常常在奉献袋的问题，还有那个奉献袋有时候他奉献没有折好，有没有？他直接奉献那个1000块跑到那个礼拜献金那边，有没有？真的，有时候你看，求神就像说牧师，求神给我们智慧，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碰到这个问题等下可以给一些有经验可以要怎么应付这种的。明明他2000、1000跑到外面，那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
来，这是还有21中总区会及教会定期存款单应有何的保管，各类基金应如何保管，由谁负责？哎，大家都很多的基金有建堂基金，我们来读一下。对，定期还不定期，像尤其是建堂基金，有的教会没有定期，有时候它挪用了，会可能会有挪用，等下会有下一阶段会挪用，所以这边就有那个。好 Q22，教会公款是否可借贷与他人？教会公款是个特别行政公共借给正当当有的教会通过小会借贷，然后以前那个延基借贷到延基，有没有？当然，这就是你看，这边就是公司行号也是这样，有人掏空啊，有没有？掏空，他去投资，像陈长老他们公司大同公司，对不起哦，大同公司哈，那个董事长乱投资，他们现在赔钱啊，所以。公司如此，教会也是更要小心啊！看，你给他贷到，他们现在还是还款呢，那个私人啊，追公款尽量不要贷，有没有？这一个责任。好 ，OK。Q23，财务报表有何功用？应如何编制财务报表？其报告审核程序为何？来，这个很重要。来 Q23，来。OK， 你看一份众小会，一份教会公告，一份留存，好，那这就是透明、公开，而且它是比较开放型的，所以财务就是要透明化，绝对的，教会越透明化，这个大家就很信任奉献这个教会，所以。所谓黑箱，就是最怕就是黑箱作业这样子教会，因为就是圣经说神是光，主耶稣是光，那我们应该行，错就是错了，就承认就是 OK， 只要不对就是不对，然后拿出来，譬如说，哎呀这个预算过多了，我们就承认就好了，因为我们是什么信仰团体。我们可以签啊，所以比较诚实公开就 OK。所以最怕就是你什么，然后你什么好，再跟你细分好，什么好。如果我们大家，或者是也不要偷偷尤其是传道，还有那个加薪呢这样子的，那个。我们要不要开一下？通过这个就是私下运作不好，
大家是通过小会，然后大家公开，然后这样子一种，这样比较健康。对，牧师有牧师他们的福利权利，他们的应有的我如来鼓弄他们的那个草要该吃啊，不如保罗所说的，牛在这个在他辛苦这么，他就该点的就给。好，别啦 ，OK， 你看这个24预算，中总区会属下各单位各机构及各教会会计年度结束后多久期间内应提出决算，其审核及监察程序为何？这个很重要。来。10日哦。10日内应决算规则第8条。手册应该在10日内就有决算，预算是在12月之前，决算。那应该我们的一般的我们的信徒大会延后，大部分都是这个问题嘛，还没算好，所以真正是10日之内，因为它的收据可能是很慢的，所以它需要给你隔年的10日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我们的春季会议都在1月，然后我们就要赶快提出那个决算预算，然后要追认，因为1月的你知道为什么预算就是要1月执行啊？如果拖到2月、3月的话，那个预算就一直拖。如果不通过的话，那个预算就好像国家政府预算不通过就停下来，好像哪一个国家，美国还是哪一个国家，没有发钱啊，因为那个会议不通过啊，那个整个预算就那公务员没有钱，还要再追认啊。如果按程序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总会应该是会计内容，这是我们要加油，10日之内就要决算。所以那个一些施工报表就 OK 啊，那很快啊，主要是这个会计，所以这边Q24啊，好，最后一个，这个是第2大题的最后还有一个还有2、3题，教会决算后之决存金应如何处理？你们结存金是用到哪里？有的教会把结存金消失，那个不是他的对和错，因为他不了解，一消失的时候，你就历年来的你会看不到，那个储存金看不到，怎么会多这样好？所以我有建议他说，你把那个第1张的传票一年度的第1张传票就是股入金，就是上年度的，或是这边写，如果是电脑的是结存金，上年度的结存金，一般很少看到上年度的钱没有啊，就给他那个可以，但是归零，但是你要有那个要给他要有一个报表，不然1年2年会追不到。这个钱是哪里来的？然后那个人会计他也不讲，你就整个教会就这个财务的那个会乱，然后很多人会质疑然后八卦就来了。所以这是我们很小心这是那个处理。
好，26，中区会及教会专账收入，这个是比较重要。是否增加缴交总中区会的负担金？来。总区会的担心是教会经常会收入和为计算基础，故转账收入内外建筑与专案的现金都保护会影响交交总中会负担金的基。所以常常教会打电话，常老，像我们这笔，因为那个是叫做专账收入，专账收入就像刚刚那边都有对内和对外的现金，有没有？建筑还有赚现金，可能是买福音车啦。那建筑基金就是可能就是牧师馆或是买土地啊，那个就不列入。总会也是如此啊，那中会也是如此，就是这样子。他把这个扣一扣，总total再乘在百分比的3.5，就是它大概就是那个我们的。他说100万就是100万3.5千这样子。来跟师伯牧师都1/10，是我们的方向啊。我们慢慢先从我们教会来基础打好这个差不多第2大题好。第2大的问题就是差不多27，宗教财团法人哈。有一次，我们本来西北中会要设立，可是问题很多，因为我们的财务不健全。然后像那个总会的原宣常常到法院，因为我们的财产都是原宣的。我们的教会跟牧师馆，万一出问题，那个总会的请那个律师或是代书处理解决。所以总会建议我们先不要，等你们财务健全，因为你看财团法人的税务是很麻烦的，他会计师签证，就因为所以这个我们先放慢脚步，然后先把我们的基础打好。所以我们看到第4大点，如果像上面在这里，他有设立财团法人的话多看那个，可能会接触到很多国家的问题，国家的法律的问题。OK， 现在是特殊账项目提列与登录方式，大部分都是那个除了经常费，就是你看专账收入，在31页嘛，不是好 ，OK， 好 Q50嘛，好。那个对于应收未收账付款还有暂借款保证金如何？这个依教会的财务规则第13条，除经偿备外保证金暂收款及暂付款的应设立补助本，然后管理年度结算报表加注说明。就像买建堂教会有的好吧，那个土地不是牧师馆教会，你要做一个表格，可是这表格是这个建筑基金的钱跟这表格又要就很他的意思说要很清楚，你看有时候依教会财务的规则第12条，会计主办负责人有变动时，有关簿册应截止编造会计报表及移交清册，经所指派监交而移交。我们很少做这个动作所以每次接的时候会搞不懂。上面这样跟我交代，我就是这样做我们没有那个。比较没有那个正规来做，所以那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个问题一直下来。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改进。好 ，Q51预备金应如何动支与预算科目之留用
程序为何？来。有没有？我们要编决算预算那个1页手册，对，所以如果不通过，事实上1页2页那不通，如果不通过的，大会的薪水就停下来，因为按法是这样子做。就是如果按法是这样，当然我们通勤还是会给，是追认，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程序，所以希望是在1页1页2页尽量财务那边多加油，就是决算那边，主要是我猜都是在决算那边，然后应该就是这样子。好 ，Q52，公部门申请补助应如何列账及核销？来。应将整理主管项全部受补助单位名称项及账单内，并登录于相关部备查，向申请补助款之公部门办理该核销完整及正确各项收支正本。举个例子，为什么总会要查中会的账，然后要抽各教会的两间教会，他要跟我们对账，然后跟你的负担金以及我们有没有补助，还有总会的补助，他那边都有记录哦。记录，比如说那边11万，我这边应该要11万。如果10万的话，那这1万是怎么来的？就这样子查。所以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做法是怎样？一样吗？公部门有没有补助你们？有啊，有协会也有补助嘛。那个协会有一个账，那个是像我们中会，那个健康教会，上次我们参加到阿里山之旅，然后2天1夜，花了我们还要缴1000块，然后花了将近30多万，有吗？16万，好，除以2，再加1万，这样可以吗？不要急账，30万除以2加1万，16。所以我们有公部门10万块，所以5万块是从教会的申请做这样书拿来，所以那个钱来路就很清楚。然后还要抽查哦，公部门要抽查，很多的协会呢还要抽查，然后10年的收据，然后他要抽查，对，这样比较健康啊。好，因为很多诈骗集团就是用公部门的钱，所以他这样的程序越复杂，越严格，是因为都是诈骗集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印钱？因为印假钞的越厉害啊，是这样子，互相比较，啊，为什么警察武器越那个窃听器，或是说那个高科技越厉害？因为人家都是冲锋枪，或是更高科技啊。哎呀，好，来，不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53号，建筑基金、激励金等应如何登账、保管、报告及监察？来。和激励金应设特别会计专管管理，因为觉得我们大概教会都是就是刚买土地了，或是
现成的建筑物，博士馆、教育馆，或是一些名称，他们都用在这里，我们比较单纯。然后，所以有的教会说，哎呀，我们买教会，等一下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负担金？刚刚我们问那个前面的问题嘛，不影响，因为专账收入，没有用在那个负担金里面，不是，所以大家了解就我们就赶快有这个预算买教会，好，好，这个很棒哦。第5大点，与财务有关之行政工作，哇，来54，中区会及教会之会计出纳是否需要分开设置，如何分工？好，来。好 ，OK，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哦。换第2点哦，你看哦，教会财务人员一定需要长子担任吗？可否由信徒来担任？来。所以这个是迷五规定，有没有？然后他其他会计人员可有长职，信徒中推派4任的培育员当选，但需经小会认可，这是要背书就是了。所以这一题大家第一次哈，都是以为大家都是从执事那边哈，其实他那边是长职，一般是执事，然后也可以从信徒中推派4任人员，这可以解套哦，可以解套一些教会的，给那些有恩赐人年轻有为的，像我们这边都是要海葬、处葬，这是好几年的啦。然后所以这个可以解套，所以我们有时候找不到人才，我们可以训练他们，然后成为一个，他们是以后他们是指示，以后投入神的教会，投入神的家，让他们有那个认同感，他们认同他们的恩赐来。好 ，Q56。中区会财务部长会计任期1年，为1年，可否明文规定以延长？来。好，我当几点了？12届，现在第几届？26届，13届，一直当到现在，有没有符合规定？有没有？在下礼拜就那个秋季会议哦，秋季会议要改选哦，这个好记，1年呢，不是10年呢。到职业是没有，陈长老是中文系的，他用中文的文字来解释，他是说，是实际需要考虑财务人员之任期即可。我们讲说，
规定议长啊，议延长，然后再接下来就直到主耶稣在了。看到这一条开心死人了嘛。因为我怕等下我们运动会又有那个诱惑。我们今年又要10月份要开运动会，又是要那个台北大选，先广告一下，记得财务长弄好一下白计划。好，57中区会财务部与地方教会之责任会合，来。时间了解了哈，财务部就是跟地方就是其实从我接刚几间还没有会计店现在就有5片了，我就比较开心，因为只要会计电脑是因为比较方便，然后后面会跟然后会讲手机它那个会计软体是会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成长。好，那个。58嘛哈 ，Q58，OK， 出纳人员如何妥善管理奉献款项？哦，这个好，来。规则第11条，然后2篇内规则第10，一定要存。对了，我们现在知道了哈，其实当天存更好。第一天呢，因为银行礼拜一给你们一个传要存这样子，这是规则第4条。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没按规则，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那个。跟总会一些规则，我们就会越拖越严，对吧？所以那个保管现金保管有短说应付赔偿，像那个什么，因为他要存钱，他开车，结果违规，那个这要谁要负责？觉得我是为教会的，应该教会部也有这样的方向。好，万一被小偷偷呢？有一次我以前住公寓，我的钱那时候放到那个房间，那时候租房子被偷，好像是几千块。就是被偷就是没有好好保管自己要负责。好，U59，中区会各教会财产由谁负责管理？是否应设置财产登记簿？来。中这个大概我们失职了，有没有盘点？没有。已知啦，还有很多一些我们都没有盘点我们看，这就是可以好。Q60，中区会的教会预算之编列与执行原则。好，这个不要动。这个大概我们知道预算嘛预算它就是一定是从刚财委会计
他们先编列，然后执行，然后由向单位申请之收支决议表向中区委缴会申请由中区委会以及小会审核后交付出纳支付。这就是我们，会计出纳就是那个控制那个我们的预算，多了哦，就提醒我们，会计出纳它也是控管来的预算以及执行的，都没有去执行哦，应该这项目要执行哦，因为你既然编了就要去执行，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这就是好，6.1特别基金如何管理？好，大家念。特别基金或基金由特别会计账上管理，由各中区委教会自己用办法及管理责任，但仍需由财务监察人员检查账务。管理者需约定办法控制，按照所约定规则与机构保全的条件，否则发生事实的求职管理你看他这边的责任以及管理，万一出问题，这都有一个规则，来给你吧。像我们中会，财务部长说他要查账，各护理部，还有大专部，一些部，这也是一个基金，它因为我们是特别拨3万块，然后他们有他们的运作。那在运作中，我们财务部或是请他的财委去查账，也是一种管理，一种去怕没有出状况。像你们团契，像我们说我们的案例，我们教会健康教会在妇女部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纳是会计，出纳出问题。他欠了1万多块，所以这个查账或是在管理上出问题了，因为我们可能这边的一些所以他说要常定期以及不定期的，要常常看一下那个，不管是基金建筑的，或是各少年团契，因为出问题一定有前兆，他一定有一个征兆，先要赶快补。所以我们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打那个电话都不接给我们，所以这就是变呆账。呆账就是不让妇女他们要怎么自行吸收好，这就是一个发生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结束了嘛？那现在还有15分嘛？现在几点上？20还有10分，那大家可以分享，有的可能比我更好，有的比我不能，有的可以很精彩的可以分享他们在财务上或者在管理上可以分享，或是一些点点滴滴啊，第55看一下实际上参加财委的讲习的时候训练，那就是说，如果你的教会没有真的对这个会计有很大的就是他教会没有这个人才的时候，可以走信徒，但是最好不要，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不是动机了。因为我们是从团契一直到指示，都有完成的那种信念跟认同为生。如果轻易去从信徒里面抓这个人，万一发生错误，所要负责。这是财委主任委员所解释的那尽量我们就是从会计，就是从指示里面写出我们的会计跟出纳，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他特别有咨询，
到目前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教会，都是从只是产生会计出纳这是解说。还有第58条，如果这个出纳发生了还没有存，结果被偷盗，我们在20年前大概我当第3年、第5年就发生出纳。第一个是刚好那一个晚上，我们白天不能存钱，结果那一天的收入小偷光顾他的家，真实的，所以我们有去，然后警察人员在那边调查，有什么有小会负担，小会我们都没有给指示知道，也没有给只有那个出纳知道。新福拉牧师说，我们不要给信徒知道，让这个由小会来承担，就是平均连牧师都一起承担了。过2年又有一个出纳，那个好像被偷还是被动用，结果我们还是小会在分享了不知道每个教会的个案都不一样。新福拉牧师说，我们还是小会，不要给指示，因为他们已经很辛苦了。我们还是分担，这小会无意义的公决通过是这样的情形个案都不一样，所以在此跟大家来分享。然后呢，最后一个，什么叫做不记人？这边一直讲不记人，就是会计在解释里面就是不记人，怎么出纳跟不记人？不记人就是会计，因为他要登记。在做数字跟人员跟很多他登记的，所以叫做不记员。好，以上报告。中午戏了，还有谁个干？还有我问一个问题圣经的故事有几个会知道？那个不是耶稣讲一个比喻吗？有人早上工作的，跟他讲1块钱，中午有1块钱，到了傍晚也是1块钱，有没有？有。然后你觉得公平吗？公平。按人性，就是不公平嘛，按人性我们当中对吧？这是人的会计我们当然不公平啦，一休。一例一休都不公平了，那这个公平吗？对呀，这是耶稣的比喻好，这是我们人的会计的算法，有没有？可是天上的算法不是这样子。给大家一个，因为那个故事它为什么这样？其实先早上去的是最幸福的啦，里面有葡萄园按照里面的希腊人里面的可以吃，可以享受。就是我们人只看到那个工钱，没有想到里面享受天赋里面，就好像是满汉全席，一个人在那边就吃面包，神说可以吃，我们就吃面包。我们人的会计、人的财务是这样，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有11奉献？就是因为这得来的不是你自己很努力的，是上帝把9分给你，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想法好像是就是这样。可是我也当过这种，也是这样子所以人的会计、人的人性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一模。怎么会公平呢？可是天上不是这样子，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还有数字影响。你看那个穷寡妇投2块钱，他的数学跟耶稣说他是投最多的难道耶稣的数学不对吗？当然不对以人的数学说本来就不对对我们记账也是这个人很多但是我们不能看数字。当然这个是基本但是这个没有钱根本就不好做事对不对？但是神让我们
借着信心去完成他的使命。好，所以那个下次秋季会议那个中卫会计选举的时候，好好审视一下哈。继续投。要用那个天国的想法哦，好，来这边啊，对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拣选我们，你成为的儿女，借着这个时间，让我们享受这里的爱。虽然这样的一个训练，主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不足，你拣选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不好。就是不够，但主因为你的爱一直不断，让我们重生新造的人，让我们体验到天国的滋味，体会到主成为不管是在会计人员或是长老只是主，我们慢慢体会到唯有你的同在，与你亲密是最甘甜的时刻。我们把这长老新美中会。公交给你，让他们常常在主的爱里与你亲密，让他们不断的知道恩典是满满，常常挑战我们不能挑战的，经历到主的大能的荣耀，祝福我们，祷告靠主耶稣之名求，阿门。